我一直有個信念，就係要人人都識急救，唔單止可以救人，亦都可以自救。喺中大醫學院讀書嘅時候，我冇一味死讀書㗎，反而都參加咗好多唔同嘅活動，令我乜都可以試，乜都可以識。所以亦都正係咁樣，我揀咗急症作為我終身嘅事業。就因為咁，我可以好似八爪魚咁樣，乜都識。急症就係要喺短短幾分鐘之內，為病人分辨病症、緩急同埋嚴重嘅程度，爭分奪秒咁去處理病人。呢個亦都係佢引人入勝嘅地方，就係變化多端，令我哋不斷要去吸收新嘅知識。蕭耀中醫生一畢業就參加咗我東區醫院急症室嘅服務，當時嘅感覺就係一個年青有為、非常之有熱誠嘅醫生。咁多年嚟，我都好高興咁見到蕭醫生帶領香港急症科嘅服務同埋發展去到一個新嘅高峰。喺 Covid 嘅時候，我曾經去過武漢，接咗1000幾位滯留喺當地嘅港人返香港。我哋得唔夠2個星期嘅準備時間，目標只有一個，就係要將急症室搬上飛機。另外，滯留喺當地嘅港人，其實喺疫情爆發咗之後，都滯留咗喺當地一段嘅時間。不安嘅情緒都令佢哋部分人呢心情都好激動，我哋都有照顧埋佢哋嘅情緒。其實急症唔單止係要應對翻身體嘅病，仲要關心埋當時嘅人佢哋本身嘅心靈嘅健康，咁樣呢個計劃先至算係成功㗎。作為佢嘅拍檔，我成日都覺得佢可以突破思維。縱然佢已經係顧問醫生同埋急症科嘅部門主管，但仍然都可以放低身段，喺好多事上面都親力親為。所以我成日都話佢係年青力壯同埋以民為本嘅。急救係我終身嘅責任，只要有人，就有需要我嘅地方。